弟兄姊妹平安。今日所讀嘅經文係舊約以西結書第6章第1節至14節，主題係對以色列眾山的審判。作者喺以西結書第6章記載，上主吩咐以西結要向以色列嘅群山講預言，上主必使刀劍臨到大山、小山、溪澗同埋山谷。上主要毀壞所有邱壇，祭壇會變成荒廢，香壇都會被打碎，被殺嘅人會倒喺偶像面前，以色列人嘅骸骨散喺祭壇四圍。而上主會留下一啲餘民，佢哋分散喺各地嘅時候，會有人喺列國中從刀劍下逃出嚟，而逃脫嘅人喺外邦之地會想起上主，心裏傷痛。上主要伸手攻擊佢哋，使佢哋所住嘅地方由曠野到第伯拉他都變得極其荒涼，咁佢哋就知道邊個係上主。反省問題。作者喺以西結書第6章記載，上主會留低一啲餘民，就算佢哋分散喺各地，都會有人喺列國嘅刀劍下逃出嚟。咁當你身處孤單嘅處境時，你會唔會仍然持守信仰，做一個忠心嘅子民呢？